强公公求见。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让我去？是啊，太子殿下吩咐说，到时候他会随护卫队先行一步，娘娘则有专人护送。哎，强公公，我能不去吗？娘娘能陪太子殿下出访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呢。娘娘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奴才就先回去了。好端端的，去什么江北大营啊？